為了感謝中央的支持，衛生局的專業導入甲第一線上辛苦的社區甲校園防疫志工，市長委託親自頒發今年下半年度的績優團體，包括監測區第一名的林愛里等前10名的單位。另外，校園績優第一名則是立林國小，麻湖北區成為上屆車影。會中衛生福利部處長曾仁祥嘛專程到場為大家頒獎鼓勵，肯定台南市今年有3例本土病例會當有效控制，防止疫情擴散。嘛，洪恩市長真正鬆了一口氣。我們特別警醒，也感謝衛福部的支持，也感謝台南市衛生局大家的努力哈，將士用命，能夠把今年的登革熱疫情能夠做一定程度的控制，沒有蔓延。那這是不幸中之大幸，也希望未來大家用好這個原則哈，就是登革熱有人說4年一次大流行，有人說5年一次大流行，有人說2年就可能有，不管幾年，我們都一定要防堵得住。也希望市民朋友們一起努力。讓大家歡喜得獎的同時，衛生局也是提醒大家，氣候雖然進入冬天，不過現在溫度又往適合病媒蠓成長，所以民眾也是愛持續落實巡島清刷，將防疫觀念變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台南新聞軍集採訪報道。